我们在重要的关头便会堕入他的圈套。我没有路，所以不需要眼睛。当我能够看见的时候，我也会失足边呼。我们往往因为有所自恃而嗤之于大义，反不足缺陷却能对我们有益。爱和看相同，烧起来再想办法叫它冷却，让它任意着，那就要把一颗心烧交给你，一定要听我的嘱咐，把野心抛掉。天使们就是因为犯的野心的罪而堕落的，而人不过是他的创造主的影像，岂能希望通过野心而得到胜利？请用理性的意志熄灭或减弱感情的火焰吧。真理是喜欢公开交易的，这些高贵的天赋一旦使用不当，思想腐化，必然变为罪恶。其面貌比起原来的秀丽来更丑恶10倍。说实话，我认为与其绫罗绸缎、珠光宝影，生活在忧愁痛苦之中，不如出生清寒，和贫贱人来往，倒落个知足常乐，还更